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2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今日个逼出一个本土病例，是光明宫殿的查甫员工，而且伊直接甲进前染病技术有来往，才会来染病。今日逼出本土病例，台北市国旗讲民众若准备参加新年晚会，就要挂水暗；若新北市耶诞城是禁止户外集会。英国病毒变种，40外国禁止民众自英国入境。美国选调总统的拜登也开始做武汉肺炎预防针。伫今仔日进前，台湾有253公无本土病例，不过伫今仔日逼出一个咯，是光明宫殿的查甫员工，而且伊直接甲进前有染病外国技师，因2个人有来往，才会来染病，而且因这2个人个四界拍拍去，唔若去踅街，也去踅大卖场。这个外国技师无老实讲出伊甲什么人接触过，竟也甲伊罚钱，上当会当罚到30万。过来个增加，新冠肺炎本土确诊个案771例，是30外岁女性工作集团旗下光明宫殿女员工。第771案甲765案的两名纽西兰技师，伫11月7到12之间有密切接触，采检确诊。771也是被原来765的是一个接触者了。那由于按765在医疗时表示无法回想确切的活动史。且并未提及曾与个案771接触。指挥中心公布，2个人12月7日出现伫成功3月大埔天宝店，7到关东所过大埔天宝店，11个走去桃园南崁好事多，四界拍跑走。这消息放回外口，清洁人员的消毒，天宝所过，伫尾暗5点结束营业，清洁消毒。成功3月也强调会专管消毒，好事多讲已经伫礼拜1全面消毒。下晡未少人咧食饭，不过民众讲至少也受过烦恼。当然会心里毛毛的，对啊，就口罩戴着啊，赶快出来，不要怪慌。技师有隐瞒接触史，然后妨碍了防疫措施的介入时机。那卫生局降低传染病防治法，予以重罚30万元。桃园市卫生局对纽西兰技师隐蔽活动数罚30万，771例，这压调的接触者有167人。所属公司光明宫殿表示，接触过员工拢检验是阴性，要求居家隔离。总公司广达发出声明，强调全面提升防疫规矩，餐厅、健身房这公共空间关起来，会议也改做线顶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在今仔日增加3个对菲律宾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也因为英国出现变种的武汉肺炎病毒。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23开始，只要是英国入境的人，或者是14天内捌去过英国的民众，拢要去到集中检疫所隔离14天。对英国伦敦飞台湾的机班也减少剩到对半日。国内新冠疫情阁新增加4例，其中3例是境外移入，案例768是回国男性移工，初7来台湾20检疫期间进行采检确诊，案例769是回国女移工，相关初7来台湾工作，也是20采检了确诊。另外案例770是菲律宾籍的男性，初8来台湾23检疫期满了落船，经过安排自费采检确诊。第4例案例771是本土病例。是一个30外岁广达集团旗下公司女员工，离甲这个进前爆发机顶互相相互感染，据看做是感染源的纽西兰籍技师受密切的往来。目前我们已掌握771的接触者共167人，其中13人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154人列为自主健康管理。那全部会安排采检。因为这个纽西兰技师特勤的时阵无挂喙暗，全程是一直扫。因为这个技师资深位阶真悬，工机组的组员也歹势甲考劝，依法开发无简单。不过伊疫情调查时无老实讲出接触数，指挥中心的依法开发，相当的罚30万块罚款。而长荣航空公司也表示，会调开事实调查委员会，也有纪律委员会，违规若属实，会甲伊免职处分。没有劝导，所以我们不罚。但是我们还采用比较严格的6、7条去罚他6万到30万。地方还没有吧？现在到人在那里要罚也跑不掉。另外，为了因应英国出现新冠肺炎的变种病毒，指挥中心宣布，23开始对英国入境也是14天内底有英国旅游史的人入境了后，拢要集中检疫14天，检疫期间进前会进行采检。而家伦敦对飞的国际航空航班会减一半。
飞机我们要减半，本来是长荣跟华航各有一班，那我们就2个公司都是先减一架，那这个礼拜先停长荣。政府除了加强监控英国入境的人的健康状况以外，新增加的案例771本土病例，后续疫情调查更加是引发关心注意。而今年咱国头一个新冠肺炎本土病例是编号第8个确诊案例，1月28确诊。而顶一摆公布的本土病例是4月12，而这阵案例771打破连续253天无本土病例记录。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台湾出现本土病例，而且是去互进前染病外国技术画到的。交通部长林佳龙就是今仔日召开防疫应变会议，甲交通部所管的单位叫来讨论，而且也做出明确指示。林佳龙指示民航局就爱针对着航空公司对因所管的空服人员的健康管理，就爱照规定来行。若准有空胖，会照法律来裁罚；若是搁较严重者，会对航空公司进行减少航班的行政处分。讲到咱台湾出现本土病例，也互大家上开关心的，就是接落来新年庆祝活动要安怎行呢？新北市政府伫下晡就宣布讲，对今仔开始，欢乐耶诞城内面的户外集会活动是全部停止。不过，各县市的跨年演唱会敢会受到影响呢？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讲，今仔暗时会甲各县市召开视讯会议，来讨论讲活动是要安怎行落去。咱国新增一个新冠肺炎本土确诊253天，本土零确诊记录破功，也互外界关注。关于政府大型活动防疫措施，新北市首先宣布即日起停止欢乐耶诞城内临时性商品记者会等大型户外集会活动，也不过已经有的照常。我觉得应该要取消吧，就是健康比较重要，都挤在一起，感觉还是蛮危险的。台北市强调跨年无停办，若本土确诊一礼拜达95例，将改线定形式，以防以宴会照常。对中央希望缩小规模，将为舞台4区为人流管制进行。台南市也请限车助阵，也不过一进场一路挂喙暗，那么跨年活动恐惊要另外做考虑。1例本土案例是全程戴口罩，然后禁止饮食摊位，那到15例才有停办的问题，所以原则上台北的跨年不会停办。如果说大家不遵守防疫措施，跨年活动可能就会做一些其他的考量。我们会配合中央了解中央它的新的方针。另外，台东跨年重头戏阿妹演唱会，台东县府强调演出暂时无受影响，也不过可能规划民众伫管制区外欣赏。会场将加强防疫措施，到目前为止饭店也无民众退房。没有到15例，可是疫情算严重。那我们如果演唱会照常举行，但观众不入场，我们会管制在临海路。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2日尾仔5点半，将甲各县市政府视讯会议，讨论跨年甲新春活动的防疫措施敢是升级。行政院长苏贞昌呼吁民众跨年伫厝看电视较好。最近也看到确实有一些松懈的现象，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洗衣服要做好没有必要真的不要到群众聚集的地方，在家看电视反而可以看得比较多的角度。元旦星期，总统府表示会以指挥中心后手专业指引进行升旗典礼防疫措施检视，定案后才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头一只家己制造的航空母舰山东号，进前有经过到台湾海峡，另外一只辽宁号的动向也引起众人的关心。国防部表示讲，一切拢有在甲因注意，也针对着中国军机一再扰乱咱台湾的西南空气的行为，表示讲袂主动去惹代志，也袂惊敌人的态度。那准讲到台美关系又有新的突破咯，美国的联邦参众两院通过台湾保证法，呼吁美国就爱卖军事武器给台湾，也就爱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中国解放军第一架自制航空母舰山东号进前通过台湾海峡，另外一只辽宁号的动向也受到关注。国防部表示，经去整合，目前无路难的情形。针对中共辽宁号的航空母舰目前我们所掌握并没有南下的征候。那么，但是我们会持续运用联合勤侦侦的作为，充分的掌握，确保台湾海峡以及区域的安全。国防部一发布中用解放军创制台湾西南空域，一只运8技术侦察机，一只运9通信对抗机，其中运8机也搁卡到台海中线南平，这是共计今年第5摆超过台海中线，以及军事部搁记录连续3摆公布驱离声。中华民国空军国
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基一直交代已经查出最近在海上看上台，这是中国威胁台湾的手段之一。根据国防院举办中共影响战的全球发展甲在地演变检讨会指出，中共想要扶持媒体、网络甲 App， 整合正组用媒体以中央独棒的概念，并分道路对台统战。融媒体它代表了中共的官方，它是一个红色的品牌。然后，但是抖音这样的例子呢，它是透过像是去传播这个红色的声音，它是有点像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向世界各地民众的生活去渗透。台美关系愈来愈好，美国联邦参众两院已经通过台湾保证法。美国影响台对台军售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国务院已经检视对台交往准则。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生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进前所发生的劳动基金弊案，政府追查落去，也发现讲统一投信公司也牵连在内。检调发现讲统一投信有一位副总去互劳动部的官员要求因就要用这个劳动基金来查远动百货股票。昨暗发动第4批搜索，权问4个人，落尾也甲这4个人拢是声阿金嘅。为什么要买原版的股票？是不是有喝花酒啊？伫无啊挂嘴暗，也一直用手遮面。伊是统一投信资金副总经理邝志昌，面对记者提问，一直拢无讲半句话。你们接受由乃文的指示买原版的股票？被传到地检署审问的，也包括两位经理人、1名研究员。劳动金基弊案哪滚哪大，检联利益阁发动第4波搜索，传回邝志昌在内4个人，幸后转述声押金件。被告4人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串证及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检联调查发现，劳金局前组长杨乃文涉嫌利用职权，要求代操的统一投信资金副总邝志昌，利用劳动基金大量买入管把股票，协助保家执行长董楚烈甲投资主管区如元顺利出脱持股，套现获利。劳动基金查股风暴哪会哪烈？保家资产董楚烈甲区如元，也阁有福华投信投资长区明强、经纪人刘建贤等日做到受押禁见，即马统一投信阁有4个人被声押禁见。有司法调查权介入后，当然还出比较多。一个是轮调，一个是有相关的稽控制度，这个很必要。对即摆的劳动基金弊案，行政院长苏贞昌伫立法院承诺，未来将研究政府基金操盘手轮调，6日设置防制高风险对象的起控相关制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礼拜四，立法院就要针对进口3百种猪肉行政命令进行表决。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表示讲，昨已经甲民进党的立委达成共识啊，希望大家互法案顺利通过。另外，进前讲到3百种有毒的医生所威胁，也有承认讲数据有讲唔对的部分，所以因违反到食安法这款的公诉罪，检方也就要继续追查到底。立法院是要处理有关内地进口的行政命令，行政院长苏贞昌1日先甲民进党一立委进行辩论会，并且达成党团一致投票共识。苏贞昌2日接受访问时指出，会议特别选择去年共婚法案表决前协商的同一间会议室，呼吁党一立委团结，为国家做出正确选择。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让法案顺利通过。而当我们通过施行后，社会会看见我们是站在正确的一方。在野党甲民间继续有质疑内底的声音，以所威胁利益到 AIT 邀请署长雷英杰进行辩论 ，AIT 无接受。不过发布美台农业贸易报告自称，并且指出违反美的议题项目必要政治化，让消费者产生疑虑。我们尊重 AIT 的说法，但是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了解跟尊重台湾人民的立场，跟捍卫健康的态度。所威胁2日到立法院成员绝食抗议内地进口的前国民党立委沈智慧，所威胁讲进口内地比食毒更加恐怖，因为管理上会比毒品更加恐怖。还有蔡总统撤回这个命令，也没有任何的研究，好好的长期去追踪人吃的短期
跟长期慢性中毒的症状是什么。我不是说它毒性比毒品更强哦，而是在管理上面你会比毒品更可怕，因为你就是不知道。对所威胁已经经证讲，内这毒性是海头湾的1/4。卫福部长陈时中讲，若是达到正确的认知效果，不排除会提出告诉。那政府不是一定要追究谁的责任，所以我们对于苏医师已经有更正的态度，我们也请司法机关斟酌。不过是案发稍有非告诉内容，对此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检察官受理了后会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搁再剩10天就要开放美国3把种猪肉进口咯。消基会伫今下晡就公布反对3把种猪肉人数已经要到20万人啊！伊也呼吁讲政府上好是赶紧来动点。我们并不是反对美国没有来记的牛猪进口，我们是反对含有对国人风险危害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产品，在国人没有同意之下，没有多数的同意之下来进口。号称最讲理、最要沟通的政府，可以有这种具体的这种漠视的表现吗？民主社会不就是要以民意多数为依归吗？不是要谋求我们多数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吗？今天这么多人在这边反映，难道你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消基会表示，希望政府就要尊重民意，互民众清楚了解权益，也就要进行标记，甚至呼吁调也就要监督政府甲进口管理责任、甲管理的责任做负责任。希望民众会当上网络参加人数，向政府反映人民的心声。讲到全台湾最后一台拿配的普通快车，逐工对屏东枋寮火车头是排队大等起，也因为南回铁路电气化开始了后，明仔载这台火车就要停止驶路，行透早就真侪民众3支要来坐这个最后的陪伴车。枋寮车站月台顶悬，大家拢咧翕拿配破快英姿。上尾绑的拿配破快车慢慢驶入去枋寮车站，是南回电气化正式通车进程最后一桩任务。一早枋寮车站就超过500人排队等要坐车，要把握时间到尾班车，每一个珍贵的影像。按摩它的感觉就像人的心跳一样，蹦蹦跳，像活的样子。为拿配破快传出停驶消息，不管是晚或者是平常时，民众拢抢要坐。20日最后一班车因为人多，代替加挂到60的车厢。为了这个车班，昨天特别从台北坐到台东，已经快10点40分了。然后住个旅社，睡个4个小时就赶过来。每一站拢停无冷气，用手开窗的拿配破快是昨年通勤民众的共同回忆。目前只剩一日，逐工早起11点28分为屏东枋寮站出发，下晡4点15分各位大东站发车。随着南回铁路电气化，拿配破快工程身体，铁道迷希望早日能够见面。明天就是铁路电气化了，就不在那个了吗？不，暂时整修，也要看上面怎么处理了。欣喜当然是有办法这样做，可是又想到说它之后就没有了，也希望就是说日后还有机会，它能够重返台铁的正班车的行列，这样。无法度上车民众徛伫月台向列车的手翻送拿配破快最后一逝，大家阁盼望拿配破快赶紧整修了后，用重新阁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桃园的旭富制药发生火灾，介今仔日已经是第3天了，而且爆炸迄当时监视器有翕到，场面也真惊人。好佳在讲火已经拍花，不过去扫到火灾的桃园纸厂，目前还阁是伫咧救灾，要希望讲把这个火势全部拍互化。监视器画面翕到旭富制药爆炸的时阵，威力真大，连监视器拢在震动。除了旭富本身初步估计损失10亿，附近去火灾拖到的工厂、风力纺织、桃园纸厂、同样工业、国盛工业等等的工厂，嘛损失8亿。这场火灾会使讲是烧掉18亿的新台票。恁保险嘛有嘛吼，但是保险应该无够嘛，无够，绝对无够。咱这陶瓷这损失大概偌济，你知道？数亿啊，过了 M。受损的那面积大概6000多平。我们评估
员工立场对，机器的我一挂电脑，我一个无形的资产，我营业损失啊，我的那个后续要交或者 delay 的，我已经头痛了。现场规个密密麻麻，拍火救灾也搁伫咧进行。救护随亡火已经拍开，毋过受到影响的风力抨击，桃园抓手目前是由怪手伫咧挖，搁加上水线压水，伫咧进行火灾处理。中华电信嘛伫咧火灾现场的附近来到基地台，协助厂区甲救灾人员会当使用4G 的网络。桃园纸业公司以及红利针织厂这2个厂区，因为它还有一些残火。还在燃烧，所以我们现在要针对这2个厂区做残火处理。大概有44所，它申请有那个毒性化学的运作，都是在我们前面这右手边这边，没有烧到了，并没有烧到波及，所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救护火灾继续由环保署、毒化灾资讯小组甲桃园市环保局对空气污染、水污染来进行检测，目前拢无问题。若是路检处已经照治安法36条路令制停区来停工，后续会以火调结果来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位60岁查甫人，19甲朋友去到南投信义乡爬山，想要到伊目前无细里摔落山坎。经过通报了后，警消人员也探到天色暗蒙蒙之下上山找人，落尾透过声音找到位救援人员对山壁溜落去，也甲人顺利救倒转来。乌索索的暗暝，爬落山坎的登山客提供予救援人员坐标位置已经偏移，搜救人员伫树林甲真架山之间找人，话声总算有回应。透过听声辨位，伫真架的地形，甲扫把对讲落去，透过头顶照明，10多位救援人员合作，总算将这名爬落山坎的细川登山客救起来。上面可以拿水下来吗？可以不可以拿水下来？我们人到这里了。暗时气温下降，登山客无充足的保暖衫。20透早3点外，总算成功将人救落山，送医无代价。山友呢有自行移动，造成坐标偏移。我们重新定位及扩大搜索之后，发现山友的确切位置，并且以绳索下降100米的方式呢，接近到该名山友，再以绳索拉引的方式将山友拉回到固定点。方救起来的60岁蔡姓查甫人是高雄人，这个月19，甲另外3名山友为南投信义乡的游山仑林道上山，途中脱队爬落山坎，队友通报救援，讲伫离登山口1点钟路程的所在无看。救援人员表示，南投的游山仑林道主线全长5公里。虽然林道平，也毋过毋是热门的路线。山内找无路一个人的时阵，设法定位坐标点，送出信号了后，毋通随意耍动，有时就是救命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进前阳明山的擎天宫发生水牛死亡意外，到昨为止已经有29只死亡啊！台北市动保处初步判断讲，水牛会死是甲营养不良有关系，敢是为了影响到这个水牛无法度活动去食草，致使无草通好食，才会死亡的问题呢？阳明山管理处也出面来赔会。动保人士甲打草料，也有含矿物质的庄仔再来擎天岗的游客服务站，希望使情景送到5条，赶紧互这真需要营养的野化水牛食。基于动物福利跟人道的考量，这个事情是一刻都不能等的。那动物其实已经在发出呼救了，就在昨天，我们知道又死了4只。国家公园内底禁止饲动物，草料也有另外食物庄仔由管理处人员运送到5条，看有物件通食。5条内底唯一这只水牛经挖来食袂停。虽然甲阳明山管理处合作饲牛，动保团体依然对死这些牛感觉不满。能不能细心检讨，找到对策？是，这比较重要。阳明山顶面的牛继续死亡，21个死4只，总计死29只。外界质疑拢是阳明山管理处惊人甲牛冲突设围篱，造成牛防限制行动夭死。不过管理处讲，检验死去的牛为拢有草料甲围篱无关系。这边来判断是没有草料不足的事情。那第二个，加上它死亡分散，不是说集中在围篱的范围，所以也跟围篱没有关系。在地研究学者指出，进前阳明山管理处接受建议，根据旧的牛路拍开八个围篱，因追踪到挂着 GPS 发布器的牛，行3公里远了，搁转来，显示牛只有行真远牵线的习性。对某些，特别是公牛来说，它需要一定的这个迁移距离，而且特别是秋冬哦，夏天它不会这样。那这件事可能也是
我们新学到，我们科学家其实也都没有及早做出指标。动物社会研究会呼吁应该随家围篱拆掉。管理处讲，若是无围篱，游客可能唔知影走入去，牛也可能走去大路，无啥可能拆除。不过学者依然希望管理处应对水牛的习性重新检视，建立对动物更加友善的围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在英国出现变种的武汉肺炎病毒，大家是真着惊。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限制民众对英国入境，并对证人甲因禁止，而且造成物流交通停止以外，甚至英国可能会出现欠食食的问题。火车顶空，也毋过卖场外排队人游玩真多，等咧买耶诞大餐的食材。新型冠状病毒伫英国出现变种，传染率高，引起各国惊吓。法国关掉对英国交通了后，地属物流链停落来。英国两大超市业者警告，若无量早恢复货运，无偌久将会出现大量的危机。The shelves are pretty empty in the Christmassy goods area, so I guess more people are shopping here because all the other shops are shut now. 高速公路火车排班班，都像大型的停车场。本地要为法国进入英格兰东南部多佛港的货柜车，全因为禁令无法度通行，司机考虑才发现无法度通关，才会当将车停落来等待48点钟。The British food and drink exporters of fresh food, it's critical that that can get across the channel quickly, that it can get to its customers on time with the right shelf life. If it doesn't get there on time, it's liable to be rejected. We're working to a solution, as I say, as fast as we can to allow freight traffic to resume between the UK and France and to ensure that lorries can travel in both directions in a COVID-secure way. 机场出现大批旅客，赶到大包小包，小姐赶伫边境大门关起来进前离开。那是法国，全球目前超过40个国家也颁布旅行禁令，和英国未输高度。位伫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秘鲁、智利也地理组，只有巴西政府也无出门。Está, sim, um pouco com mais restrições agora, mas eu sinto a população confiante, tranquila, não há pânico, as pessoas estão aproveitando. 看到脱欧过渡期进入最后阶段，协议还未讲好势，都已经出现类似无协议脱欧乱象。欧盟成员国也咧参详对策，考虑未来英国入境民众进行体检，不过目前也未有定论。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这个武汉肺炎，经过要到1年的传播，真也开始变种啊。根据着英国上新的研究讲，这新型的病毒比较容易喂予囡仔。虽然讲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讲新型的病毒较未变做是重症，不过有专家表示讲，变种的病毒可能已经探对去欧洲去啊。新冠病毒发生重大的突变，而且英国甲南非出现的变种，两个病毒株拢无共款。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甲伦敦帝国学院上新的研究，拢发现讲，新变种的病毒伫英国南部已经拓到真凶，而且真够喂予幼囡仔。不过世卫组织2日强调讲，病毒突变是正常的，而且会当预估的现象，所以无发布新警告的必要。而且目前并无明显的证据，伫英国甲南非变种的病毒会增加致死率，对疫苗的效果甲研发嘛无重大影响。Viruses mutate over time. That's natural and expected. The UK has reported that this new variant transmits more easily,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so far that it's more likely to cause severe disease or mortality. We know how to suppress transmission. We know how to protect ourselves and how to protect others. It's the same rules with this virus, any variant of this virus. 世卫组织强调讲，会针对英国甲南非提供变种病毒的资料，做更较侪深入的研究，嘛随时会对外来更新资讯，包括欧洲甲美国，拢爱对新的病毒较敏感的。传染病学专家警告，英国出现的变种病毒可能真早就已经进入欧洲，封城的期间无法度传播，解除封城了后，就开始探了真凶。Okay, so they're not locked in their houses anymore. They come out, they go to Oxford Street, and they could be shopping, and then the virus can transmit, and then all those viruses that have reached a certain endpoint in their mutation pathway can then mutate further and further and further in different people. 也若香港大学的研究是推论，变种病毒已经伫免疫力较低民众身上长期潜伏，伫人体内底累积基因变异。也若变种的病毒株，嘛早就已经伫检测率较低的国家稳定来传播，只是到英国才去互检测出来。而且即马嘛怀疑早就伫像猫或者是雪条等等的宿主身体内底产生演变，将其尾传互人类。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
看到美国疫情打是土，到今已经超过1,800万人确诊啦。拄选调总统的拜登也利用电视直播，伊在驻武汉肺炎疫苗过程，希望叫市民众对疫苗爱有信心。另外，后面核准辉瑞的武汉肺炎疫苗按算支持，就可以当开始互民众注啊。澳洲头一批辉瑞疫苗21暗时也顺利到新加坡。美国新冠病毒累计确诊突破1,800万大关，驻辉瑞 BNT 疫苗当即个伫进行。总统当选人拜登就透过电视直播注预防针的过程，希望会当提升美国人对疫苗的信心。The administration deserves some credit getting this off the ground with Operation Warp Speed. I also think that it's worth saying that this is great hope. I'm doing this to demonstrate that people should be prepared when it's available to take the vaccine.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78岁的拜登其实是属有感染高风险群，目前疫苗的数量也是有限。按照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的建议，一寡州将第一线医护人员列作优先组的对象。Wear masks, socially distance, and if you don't have to travel, don't travel. Don't travel. I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we're still in the thick of this. 除了辉瑞疫苗，莫德纳生技公司推出的新冠疫苗也伫10月通过紧急授权，21伫全美国各地开始注。除了临床试验以外，莫德纳疫苗我头一遍予民众注意放射。This vaccine is hope. It's hope that we will cease this pandemic. It's hope that we will live a better life. We should not be afraid of obtaining the vaccine. Today we add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our fight against COVID-19. We took the decision to make available for European citizens the first COVID-19 vaccine. 在这个同时，欧盟药品管理局21表示，辉瑞 BNT 疫苗符合安全甲品质标准，需要欧盟执委都正式核准注疫苗，这几天就会展开运送。一定27就会当伫27个国家同时间会当注。若是新加坡采购的辉瑞 BNT 疫苗，头一批也伫21暗时由比利时运送到新加坡的樟宜国际机场，将为头一批运送到亚洲的辉瑞疫苗。进前卫生科学局已经核准使用，一定优先针对医护人员也甲集会人先注。公司新闻林孝如编译。圣诞节特别到啊，咱也看圣诞老阿伯故乡，也就是欧洲国家芬兰，说因为防疫问题实行边境管制，也下因当地的亚当老人村游乐园，尤其是减少真济，因为损失大约是后27亿，也有5000位相关的产业人员，就安尼就无透露啊。庄仔内温暖的灯火照光暗暝，暗过街路无啥物人，河边的味路显得有淡薄仔孤单。芬兰有一座亚旦老人村游乐园，当年拢有290万游客来遮佚佗。暗过今年是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规年游客剩50万人，和亚旦相关产业损失将近7亿欧元。This is really difficult times for us. We've already got the first news of bankruptcies, and there is going to be more. 毋但产业损失，也有5000人因为安尼失业。伫营收减少差不多70%的情况下，已经有主题公园将400个员工减少剩36人，也是担保政府答应取消入境的限制，所以决定暂时关起来，明年冬季才个重新营业。And it seems that we cannot just trust the decisions that's going to be there. So unfortunately, we have to close down our operations next week. 芬兰的亚旦节产业凄惨，疫情严重的拉丁美洲是用无同的方式，让当地儿童会当过一个温暖的佳节。伫秘鲁首都利马，有亚旦老人透过防疫的塑胶隔板，教囡仔来游乐。民众接触隔板的前后，拢爱用酒精消毒双手甲隔板。Está muy bien la urna porque así los niños pueden acercarse a Papá Noel siendo protegidos por no hay el contagio de COVID y también no pierden la ilusión de la Navidad. 委内瑞拉有退休的护士用募款提供当地散车居民甲儿童传统的亚旦美食，也有慈善团体为散车家庭提供食品甲过节的礼物。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伫咧台湾时间2日半暝啊，出现天文机关，也就是土星甲木星连做一条线的天文机景，而且是用普通的天文条件就会当看到啊。Here's Jupiter down the bottom, and then the fainter object, which is on its side actually. So it's like Saturn tilted, so its rings are sort of vertical. That is Saturn.
极咱大即个太阳系当中，为地球向外上接近的是火星，所以就是体积上大两个行星：木星甲土星。因为行星甲太阳的距离无同，公转的周期有真大差别。地球甲木星、土星要排做一个是真难得。要互人的目睭用普通的条件看会到几率搁较低。根据天文学家记录，地球看上清楚的大合相出现伫西元126年。衰期就是1623年，2摆是差397年，而且为1623年到今年，也都是397年。Tonight, we actually go all the way back to 1623. They haven't been this close since 1623. 当然，天文气象也免不了甲传说有关系。根据基督宗教的圣经描写，耶稣伫2000多年前出世的时阵，天顶出现真光的星体，引导来自东方的3位智者，早就互礼物找到伫玻璃园的耶稣一家伙仔。有福音派牧师就主张，即摆大合相出现，代表先知所预言的末日都要到位，耶稣会个降临人间，审判行善者甲罪恶之人。毋过，也有其他基督宗教领袖有无共款的看法，因为上帝旨意一定会实现，毋过两个车拄好连做一线，事关科学，甲信仰无啥物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捷运局2日早起也去到台中市议会，针对着台中捷运发生意外进行报告。因也承认讲，双仔审是中国货，未来敢会互法国厂来接手呢？说实无来讲坦白。面对着这场意外，台中市长罗秀燕也讲，就是想过相信勘查委员会结果，才会互台中捷运试营运。8日2日到台中市议会做专案报告，8日局长张德雄说明。同一车厢连接起车身登记的原因，也明确承认是中国制造。他制造主张，好，这个当然大家也关切，就是中国制的产品。那么经过安装，好，在各地，然后到北塘机场调整，那现况断裂就是第17列跟第15列。不过，对于台中市议员质疑连接起车身由中国制造，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已指认品牌。他要在中国生产。要在法国生产，那是你家的事。但是我是认定你这个品牌，你要给我做好，就是这样。8日伫台中市议会的报告以动画示意，说明这摆事故发生原因主要是毛构造零件组成不良，引起牵引装置的疲劳断去。也转述参加动工牵引装置车身升级的方案。8日报告了后，台中市议员接顺时要求罗秀燕表态，敢是对这份报告满意。错在哪里？报告议员，错在我们相信旅勘委员。错在他旅勘委员是不是？因为错在相信旅勘委员哦。不过会后，罗秀燕强调，同齐延后通车，台中市府全部承受。对于所有的旅勘委员，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要概括负责，全权负责哈。8日到台中市议会报告，对于组装过程。甲后手敢是该由法国手制造，拢无明确答复，只强调若讲产生赔偿的事宜会代为求偿。台中市长罗秀燕强调，台中市的捷运各种审查委员会重点是安全监督、安全通车是唯一的原则。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有真济桥，南投市的绿比桥是当地的地标，今年5月才拄完成景观改善工程。不过中央补助因去做检测，这座桥却封列做是危险桥。南投市公所也因为安全问题，先甲桥封起来。不过拄开钱征收好势，却封列做是危险桥，对民众认为讲安尼做有影是无才智。半圆形造型加上更固结构。看过南投市牛路溪的绿比桥整修了后，看起来全新亮丽，也毋过较大。原讲几个月经流一口也是坑，河南无法度通行。原来经过检测，确定是归桥，也毋过只拄完成景观改善，都袂伫归桥，民众感觉浪费公家的钱。都袂使我袂开，对无？钱爱开伫有路用的所在啦。你要整理的时候，你就要看说，要不要维护的啊？为什么用好才说微调呢？也毋过桥梁外观虽然看起来良好，也毋过下面的钢梁看起来有淡薄无平。检测报告包括钢索、甲钢板更加是深深严重，暂时封闭，禁止人车通行。目前不知道说这桥梁的钢索它的承载力量什么时候会
达到那个临界点。那再加上它的钢梁的部分，跟承接钢板跟那个螺栓的部分也都有锈蚀的情形。南投市公所表示，去年9月已经先争取到前瞻计划预算进行景观工程施工，不过过当月就发生南方澳断桥事件。在今年5月，廖美桥开放通行，7月份南投县府就以中央补助的预算进行10道桥梁检测，才确定廖美桥是归桥。我们检测的时间比较晚，我们大概晚了1年多左右，所以这个时间上我们没办法去刚好配合啦，就是有点时间差啦。南投市公所表示，两笔预算执行时间无同，估计规个生产零件换掉要6000多万预算，因为目前桥梁结构暂时无危险，将报请县府向中央以紧急事件的方式争取预算修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下营有一个废弃物坑台场，去互民众抗议20年啊。最近有风声讲环保局同意业者做事业计划变更，所以引起民众不满。有一件500名民众行透早就去到市政府申请，环保局表示讲一切拢照法规来行，也会开审查会议，要互业者偷偷运作。不要掩埋场！不要掩埋场！也着半条表达不满，总共500位来自下营地区的民众来到台南市政府头前，主要就是当地已经抗议20年的安排场。最近，佫传出台南市环保局同意业者事业计划变更案，要求市府来贴案。有路都拆掉了，啊，怎么要搁用？啊，都唔知影，也无甲阮，要求甲因卖设啊。啊，因为伊个四边哦，拢是咱这个优良的鱼窟啦，啊嘛，迄个咱各边嘛，拢农牧的特定区嘛。嘛建议爱先开公听说明会，等来送听。但是无，先甲通过了后，先同意他们变更了后，咱继续开说明会。阮是希望你来为着下营来个设想。这个安排场争议超过20年，原本的日友公司88年申请安排场设置通过，不过92年变更营运项目，105年互环保局驳回申请，106年12月伊佫重新来申请，一直到108年11月变更营运项目，对12项减做2项。台南市环保局同意，业者在今年6月变更公司名称，设定公司，经过环保局同意。民众批评市政府无得到民众的同意，就通过变更案。台南市环保局是出面澄清，强调一切依法行政，民意诉求重开审查会，会做好监管的工作。12类减做2类，而且限缩伫咱下营这2项，迄个废玻璃甲这营建的这装甲甲有诶无诶，伊这若无做啊到，试运转我袂甲准。环保局表示，这摆申请变更兴办事业计划书已经对处理分化甲安排处理变更为物理甲安排处理，主要处理土木建筑废弃物、废玻璃、所有废这废弃物2项，并无有害也是有毒事业废弃物。而对着民众长期的抗争，设定公司是回应，一切合法，会佮甲当地民众来协商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的台湾，在今仔日增加一站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指挥中心暗头也交地方政府视讯会议，决议讲办大型活动的5大原则，包括着大型活动，无论是室内室外，民众全程拢爱挂水安，也着爱全程禁止食物件。那基本上，我们希望在场内在办活动的里面，我们就希望说不要饮食。但是也顾及到有些的办起来的活动的时间稍微拉长了，稍微拉长。那所以就是说，就希望能够划定一定的贩卖区域，要吃东西就到那样的区域去吃。那在场内不得去贩售这饮食。疫情指挥中心有表示讲，中央无强制规定地方政府袂当办即寡大型活动，若准地方要举办，一定爱大声提供防疫报告，予指挥中心来做审查。台湾有头一份由政府、民间甲大学做伙完成的鸟类生存状态评估报告，正式对外发表了。根据着报告当中讲，全台湾有记录到674种野生的鸟仔，其中有52种的鸟仔因的生存受到正大威胁。
挂长镜头等待盗鸟的踪影。台湾各地鸟友留未少观察记录。中华鸟会以eBird 台湾赏鸟记录资料库做例，有将近3900人有贡献，累计超过473000份赏鸟记录，全球排名第7。鸟会甲地生中心以及大学合作，发布台湾头一届的国家鸟类报告。全台湾确实记录的野生鸟类拢总有674种，有52种鸟仔生存受到威胁，29种繁殖鸟的数量减少，15种过冬的水鸟数量也降低。这边有9种鸟种哦，有黑面琵鹭、黑准丹凤头燕鸥、黑鸢哦、水雉、八色鸟、小便鸻哦、山麻雀、草鸮跟雄鹰。野生中心指出，674种有确实记录的野生鸟类，超过3/4是盗鸟。检视复合性指标，介意松林甲介意农地的鸟仔，整体变动无算大。不过有几种草生地的鸟仔数量明显减少。中背伯劳和粉红鹰嘴，那我们发现说，就算这些小鸟，即便我们的土地变成农地的时候呢，它们其实还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呢，当它们的数量减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的农地的环境品质是不是下降了，或者是我们的农地面积是不是减少了？林百里指出，台湾整体自然环境相对稳定，以往明确造成鸟仔死亡的农药毒害，也透过一寡做法改善。不过有特定鸟仔类减少，都是环境恶化一个警讯。未来每2年会发布一个报告，定期改善台湾鸟仔类的生存甲保育。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进行一个造礁，当地也办一个全部拢是花草的花礁，这也是配合造礁无被杀生的传统。望民众来到这个所在看水，也通好感受到埔里已经有120年的造礁文化。这段布袋戏人灵人师，互发牌，祭典乐器，佮有门神，你无看唔到，甚至连看到的杂出菜，拢是用花草打造起来。这是南投县埔里镇所举办的秋季花卉展览，也这回展览拄好当着12档一摆的基安清照活动，所以主办单位专工将花卉展览和宗教文化结合做伙，利用埔里在地花艺打造花石。90%以上拢埔里的花吼，啊结合这个宗教，会使讲全国吼独一无二吼，啊足有看头的吼，啊尤其是有一个这个花轿吼，遐所有内底你甲看迄杂出菜吼，拢总是用花落去做的。花卉展览唔但结合宗教活动做花石，佮配合清照唔杀生的传统，主办单位特别安排无肉市啊，吸引真侪出名业者来到地摆档，唔但有接看接食到的素食，佮有现时当时行的食物素肉，经过新意的料理方式，食起来有无共款的感觉，有食有掠，佮通兼顾环保，是大大受游客欢迎。因为之前就有吃过植物肉，我个人觉得这个口感还不错。爱护地球嘛，对环保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而且就可以再把它生活化，让大家都可以就是针对这方面来做。展览主要展示地方在地花草，互民众看水。主办单位也伫室内传茶、传咖啡，要互来到地民众食青。伫室外办无共主题的市啊，配合历史8日当的清照仪式，就是望来到埔里参加活动的民众，唔但赏花、赏市、赏趣味，也感受地方深佮高的宗教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的林乐国小，除了有符合安全标准的游乐场以外，每一项器材也包含着地方甲客家的意象，希望囡仔会当加了解一寡家己的文化。国小内底下课时间上热闹的，永远是囡仔的游乐场。游戏场比较大，所以比较好玩。那里的树屋很好，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爬来爬去。屏东县的林乐乡遮有真丰富的6堆客家文化，所以林乐国小的游乐器材，若是利用地方重要的大武山、甲爱寮、东港2条溪来甲流浪腿号名。其他的游乐器材嘛充满在地甲客家的文化。因为我们屏东县的护国神山叫大武山嘛，它上去的一个过程有斜坡、有阶梯，然后有攀爬绳，然后呢有岩板。那2个滑道呢，我们把它命名，一个叫爱寮溪，一个叫东港溪。因为这大家的居民拢爱经过茶房仔桥来上课，所以就甲独木桥或者三帮桥。也若北郡属下吊公公，也就是大树公卡海田树，是彰显着古早时啊客家人的生活。另外，真侪囡仔嘛真介意伫树屋内底耍，好亲像一个花啊带做伙共款，所以嘛甲号做火凤，
也就是家族的大厝体艺术。我们学校呢去参加教育部的一个甄选，有荣获一个特色游戏场一个补助，提供学生一个安全无虞呢，而且可以健康成长，跟同侪一起合作共好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场域。这几年，教育部真积极在改善学校的游乐场，所以屏东县府就选定06国小的游乐场来做示范，希望让所有的学生囡仔拢会当伫这款的游乐环境当中，若算得真安全，嘛会当更加了解家己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册店甲英国是真无共，真个册店是真多元。伫淡水河边有一位由4位护理师做伙经营册店，毋但展现家己的护理专业，互人请教以外，佫会办台语活动，关心在地。这间店看起来和一般的册店无啥差别，但经营者其实是4位护理师，会来经营册店，是因为原本伫遮经营11档的册店要关啊，因感觉拍算，才决定将这间店打落来。一部分是阮本地就想要共同创业，啊，第二点是阮本地就知影有何不可。伊2017年讲要休，啊，伊当阵阮就唔甘的。啊！当中我作为书友想讲啊，就可惜的要安怎？4位护理师决定要来共同经营册店，希望将这打造做一个开放交流的空间。伊嘛运用本身的护理专业，特别放一区医疗选册，也佫有侪侪的护理讲座分享，毋但顾身体，嘛要顾心理健康。因为我感觉人若要健康，伊不止身体要健康，伊心嘛要健康。嘿，啊，心嘛健康，伊需要啥？对于阮来讲，有一寡人会需要册，有一寡人会需要风景，有一寡人需要啥，拢无共款。所以阮等于是讲用这个册店做一个平台。除了有护理专业，册店嘛为2年前开始办台语日的活动，希望互大家有自然讲台语的空间。时间就是就这种艺术安尼结合的一个。伊的第9艺术嘛，把前面8大艺术都综合起来、亮起来。还有画面，啊，还有音乐。去都市读册，然后做工课，啊，讲台语的习惯都渐渐啊变少啊。那所以阮就无啥咧讲台语，按句啊，愈来愈袂讲，就愈来愈袂认真。啊，其实这是一种最重要的文化。台湾独立册店特别的所在，就是每一间拢有家己的特色。一进入册店，就会当了解店主想要表达啥物。就亲像这间无论如何，4位护理师提头健康理念、本土语言，嘛伫今年设立几家护理所。好册店毋但是册店，嘛是守护健康、心灵交流的场所。记者杨淑晴、张学水、新北报道。有一位网络名人，号做阿花西，自交通大学毕业了后，无选择薪水较悬的科技业，转到去学种稻仔卖爆米香。有一回，伊发现讲校园内面囡仔会晓讲台语的比例伤过低，就决定讲家己要来推测台语的定金计划。觉着讲，今仔日台湾，吼，若是唔捌的人，伊听到遮济乐团，还有咧出台语歌，还有咧唱台语歌，伊就甲你讲，哦，台语还阁真兴啊！你看遐济人咧唱台语歌，毋过伊无注意到，大家干那摕即个语言来唱歌，煞无摕即个语言来讲话，这是遮尔奇怪的现象。台长阿华叔当咧甲大家讲，台语目前面对的困难。过去有一摆，伊到一间幼稚园，用一句台语甲囡仔拍招呼，却发现囡仔拢听无，才互伊发觉台语已经面对失传的命运。这个社会万事万项拢以华语为主，叫你考大学、考医生、考律师、考教授，所有好的代志拢互华语占去。你说伫这个社会之中嫌讲是安怎囡仔人袂晓讲台语，这就哪像是你咧嫌你的花果内底哪会无平价？为着要帮助厝内囡仔伫生活环境学台语，先到台语推广社团邀请到阿华叔来甲爸爸妈妈分享，希望有台语文化传出去。台语有台语的美丽所在啊，咱大家加讲，大家就囡仔就会加学，吼啊，这个语言就会当叫传落。主要就是望甲阮的理念推广出去，啊，互遮的父母来参加的父母吼。看到因的囡仔，伊会感觉讲，哦，我真正应该爱甲囡仔吼讲阮的母语。社团讲，即马若是无去甲台语文化传到后一代，恐惊未来会晓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因希望透过交流，互台语本土语言搁再流传落去。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日气象咱也做回来详细看。
北部地區對17度到22度。中部地區對18度到24度。南部地區對19度到26度。東部地區對18度到23度。咱來看外島地區，對13度到20度。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馬仔共嘅時間，咱再會。